I'm so sorry。你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是我的家人，一辈子。干嘛呢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在编故事呢，此情节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。有酒吗？我想喝点儿。干嘛？我要喝。听话。喝。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你对我而言，就像是一支烟，明明知道吸烟有害，就是停不下来。这2天你不在，我就觉得身边好像少了什么一样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把你这支烟给戒了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我说可可看到了如风的纠结，这时候可可特别的伤心，但是就在几分钟之后，可可突然大骂自己：“你是傻瓜蛋吗？天下男人这么多，干嘛要在如风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呢？这样太不像你的风格了。”于是可可飘然而去。可可不是认输才走的，而是因为她不能接受一个只有半颗心的男人。再说了，现在婚姻那么不靠谱，比起爱情而言，友情可能更为长久。干杯！友谊万岁！万岁！状态不错嘛，蛮有活力的。我得好好准备啊。哎呀，我开始有点后悔替你接那个角色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了理想而努力是对的，但是身体最重要。不吃苦中苦，哪能尝得甜中甜呀？再说了，你不也说女武行是个冷门吗？那可不是我说的啊，曹导说的。我想着现在好好准备准备，到时候在现场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对吧？怪不得曹导说呢，你是影视圈的一匹黑马。喝口水吧。那你还不得白马呀？万叔啊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。这么累了，别练了，今天到这儿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一会儿还得去练骑马呢。都这样了还骑马？我这回演的是一女侠，而且有好多在马上夺宝的戏，我得好好练一练。敢问女侠何方神圣啊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秦冰是也。哦，原来阁下就是秦冰女侠呀。
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呀，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过。怎么说？我想，我再这么努力几年，会不会成为娱乐圈前10的大星？大星？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大星多危险呀！万一要是出点什么意外，别说你了，连我都受不了。为了我著名的经纪人关海先生，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的。得了吧，跟你拉钩。